至少要去美国看一下我的男朋友在美国到底是如何。当他决定要去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讲说，请你千万不要来，你来了，你的男朋友会有生命的危险，你来了以后，你的爸爸妈妈会有生命的危险。我这个朋友小林，他个性是非常的性情中人，越是这样跟他讲，他越是想去。为什么？他去到美国以后，他跟他爸爸讲说：“我如果去，万一有什么事情，请你们先躲起来。”他去了美国，才发现她的男朋友为了要拿这个证照，为了拿美国的护照，他在那边跟一个女孩子等于是结婚，就是算是假结婚，可是他们就是结婚，可是他一直不敢让我这个朋友小林知道。那怎么办？已经去到美国了。她的男朋友不想要，他两边都想要，一个想要26，一个想要135，所以我的朋友叫小林，他就被安排到26。他的这个美国人的太太就是135，可是那美国人的太太也希望这样子两个共处一个男人。这小林很痛苦啊，可是他去的时候，她男朋友因为他去接机的时候就跟他讲：“你护照给我，我帮你去办。”所以他扣除他的护照不给他，所以我的朋友小林没有办法从美国回来，只能在那边26，就住在那边，一个135，一个26，中间还有非常多的事情。结论是，他们弄了一场阴谋，让这个本来结婚的这个对象后来离婚，后来真正的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小林就跟着她的男朋友在美国，真的后来也拿到这个身份，因为她有结婚了以后就可以申请有身份，确实她也因为这样拿到身份，而且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一天发烧，不断发烧，后来发现是脑癌，经过2年的治疗以后，4岁的时候就过世。过世的时候，小林心中有非常多的懊悔，因为他知道，他觉得是他自己做错了事，那他的女儿来承受他的罪。本来这些是应该是他承受，他做错，他跟他的男朋友是做错害人的，怎么会让我的女儿来承受？所以他心里很难过。在他的女儿过世的时候，他忧伤的到那个墓园，他甚至于觉得他只能做一件事情来赎罪，就是他要跟他先生离婚。他觉得他们做错了太多事情，上天他不认识上天，上天一定是在惩罚他们。人的罪就是这样，当我们人一直觉得，当我们人觉得我好像做错什么事，我需要来赎罪，我需要我需要去付出代价，人就有这种觉得我做错了。今天耶稣就代替我们这些都做错的人，他代替我们，本来是我们该死的，就像我这个朋友小林，他觉得是他跟他先生该死的，结果却是让一个4岁的女孩子没有做错什么事的替他们死，他怎么能够活得下去？于是这个小林每天到这个墓园里面去，就这一天，他决定了。他除了跟他的先生离婚之外，他要自杀。他把所有的自杀的计划都写得非常详细。他那一天的最后一天，他到墓园去。他正在想着怎么样计划，怎么样子去做，等一下先去做什么，到什么时候突然被一个东西给绊倒。被绊倒的时候，他看到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她之前就跌到地上，只是她爬不起来。可是这个老太太并没有哭，没有忧伤。这老太太看到了，想起来，她几乎每天都跟她一样来到这个墓园，而且她觉得这个老太太跟她不一样的是，这个老太太总是是微笑的。后来他们2个人就坐在那边聊天，忽然这个老太太，请问一下 PPT 有吗 ？PPT 麻烦一下。忽然他们就在他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看到什么？
很奇妙，没有下雨可是他们居然看到一个东西，没有下雨，居然看到这个。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印记这是一个彩虹，是一个印记。所以这个老太太很高兴说 ：“Rainbow， 你看这个是外国的。”可是我朋友小林他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彩虹。于是这个老太太决定要把福音传给我的这个朋友叫小林，他跟他讲，他说我先生跟我已经相处了80年，我们感情非常好。他过世我很难过，可是我每天来这个墓园，我仍然很喜乐，因为我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小林听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听到这个复活的消息，可是他心里仍然难过，因为他的女儿还没有听过福音就死了，怎么办？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很多，因为我这个朋友没有听过福音，这也是传道的，他很怨恨传道的地方。因为我国中就认识他，他信主受洗那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骂我，你都不把复活的福音告诉我。我说我有够冤枉，我常常找你去教会都被你瞪白眼，你还说我没有传福音给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得救跟时间真的有关系。所以我们尽管传，他什么时候会信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没关系，神一定会追上他，神的爱一定会追上他。我的这个朋友后来他想说，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女儿会复活那还来得及吗？她已经死了怎么办？这个老太太说，我告诉你，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可是有很多神学家是这样讲。他说，请问一下，耶稣受难是星期几？星期几？昨天星期几？星期5，对不对？然后他要几天？3天，第3天要复活。请问他受难到复活，他去哪里了？去阴间做什么？谁说的？举手。这15岁的国中冠军，这个80岁的阿妈也是这样跟我的朋友讲，说你女儿还没有受洗，没关系，耶稣已经传福音，到阴间，所以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有机会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传道不敢乱讲但是确实有人这样子在推论。那耶稣你在那里是做什么？耶稣确实有说，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今天是星期几？6，今天复活了吗？还没复活，真的还没复活，你坐在这里干嘛？耶稣复活了没？是不是笑到这个？耶稣复活了没？耶稣其实在2000多年、2000年已经复活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怎么还在苦苦的？其实我们呢，在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有人讲，这礼拜6礼拜5到礼拜6就是怎样等待耶稣再来。我们现在就是都处在那个星期6，像今天一样，我们有耶稣的盼望。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已经过世的，也有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星期6是很有盼望的。这个时代就是星期6的时代，但是星期6绝对不是去玩乐的时代星期6绝对是我们赶快去传福音的时代。星期6绝对是有盼望的时代。好，怎么样有盼望？就像我这个朋友，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台湾只要有人要信主，他就马上会回来台湾。他是一个很热心，因为他领受了这个复活的盼望以后，他知道唯有这位世人有盼望的，这盼望是从耶稣为我们死，
原来是他该死的，对吧？我的朋友小林跟他先生都该死，因为他们为了美国护照，他们真的害了另外一个女孩子。那另外那个女孩子一嫁人，本来她该死了，但是谁替她死？耶稣替她死。只要信耶稣，我们能够重新，神会救赎我们，用重价买赎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所以小林把这样子的复活的盼望，他能够传给别人。从那天开始，他心里头的那个大石头就滚开了，被一阵风给滚开，生命气息进入小林的这个忧郁的、很黑暗、罪恶的心，他重新活过来。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有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要经历这个复活主使人活过来的神迹奇事。好，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没有看今天的经文，来，我们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要经历的。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我们来看看，当时候2000多年前，耶稣受难死之后，第3天，也就是明天，第3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请。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额头青筋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并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太远了，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领回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寻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好，这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复活的时候第1天，第7日就是主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这里有几个人物出现？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呢，彼得，还有呢，约翰。约翰是耶稣最喜欢的门徒啊。那彼得呢？他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我们简单看一下耶稣这一生他的事迹，而且还有注意看彼得在耶稣受难之前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他发现了耶稣不见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看那个影片。
得他曾经说：“主啊，我很爱你，你去到哪里我都会跟随你。”星期五受难被埋葬到坟墓里，我们看到这个坟墓跟我们台湾的坟墓是不一样的。看到那个图片有没有？他们那个坟墓是用一个大石头挡住的，有没有？好，那今天的经文就在讲第一天第7日的开始，这个坟墓的这个石头被挪开以后，这3个人物，我们想想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彼得，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审判的时候，他3次不认主。你想，当他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当他看到这石头被滚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另外一个，他所爱的这个约翰他的门徒，他的反应那时候心情又是什么呢？第3个，我们看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是曾经被耶稣所医治的。当他被神医治以后，特别是他被鬼附被医治以后，他专心要跟随耶稣。结果这个耶稣后来又被钉十字架，他心里其实是很忧伤。可是就在这忧伤的第3天，他去到那个坟墓的时候，一看石头滚开了，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复活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这个死的第3天的清晨，也就是在礼拜天的早晨，他就来到了天还没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坟墓。当他到了，等一下我拿一下药膏。当他来到了这个坟墓的时候，一清早，他就看到这个大石头被滚开。你们知道，刚刚有看到那个大石头是非常大的，可是确实滚开，那个需要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那个石头滚开。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们记得那个经文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尸体不见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看到大石头滚开，他只认定一件事情：尸体不见，他却不是说怎样耶稣复活。当你发生一些事情，你第一个直觉是什么？他第一个看到只有表面，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没有想到耶稣曾经讲过的，他第3天要复活，他只看到表面。亲爱的大家，我们是不是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第一个表面？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是什么。于是呢，他看到了，说尸体不见了，他看都没有看。他们连坟墓去看说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大洞，里面可以走进去。他看都没有看，他急着赶快去怎样关心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赶快去找人找答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只看表面，只找人不找神。没有想到上帝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怎么曾经启示我们。当我们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只看到表面，尸体不见，而不是想到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发生车祸，或者是我们发生意外的时候，或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只想到说，我的钱包不见了，我的脚不见了，没有想到上帝的应许。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在这里？我们来想，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他曾经历，但是他也是人，他只想到尸体不见，他只想到要赶快去找尸体。接下来他们就看，跑去找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去这个坟墓要看个究竟。这两个所爱的一个所爱的门徒，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的，他们怎么样子再往下呢？我们来看，好，他们找人要仔细看，他们只看到这个裹尸布，就是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影片有没有？
这个他们那时候的坟墓就是要用那个丝布，那个白色，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影片就是要让你们看那个裹丝布，那个丝布就在那边，只是人没有空了，然后那个丝布好好就在这边，只是里面是扁下去而已。他们呢去找人要来看，只看见这个裹丝布跟那个还有一个裹头的，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好，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影片。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只看到表面，不明白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大家，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不要只有看表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来找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这个应许里面，其实是带给我们喜乐的，在这个应许里面是给我们有盼望的。这个信息里面的平安喜乐是出乎我们人的意外的十足的平安跟喜乐。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人在经文里面，我们继续看耶稣所爱的门徒呢他虽然跑得比彼得看从快，对不对？从经文我们来看你们手上或圣经可以看，从经文里面看说他跑得比彼得还快，比彼得还快到这个坟墓口，可是他并没有马上进去坟墓里面看，他只站在坟墓外面往里看看见里面有这个裹尸布躺在那里不过他并没有进去看。等到谁来了，冲动的那个人，个性很冲动的叫什么？彼得，3次不认主也是彼得。你想彼得现在的心情是什么？他觉得很对不起神，神现在如果他的尸体又不见了，他心里更忧伤，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到彼得来时，彼得赶快进去坟墓里看，而且他仔细的看这个坟墓，也看到彼得他也看了这个仔仔细细的看，只是他看了以后怎样？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所看不明白这个复活的道理，因为他看到这个坟墓里没有人动过的痕迹可是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让他们很惊讶的事情。当我们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来想，当我们有一些意外让我们说疑惑的时候，当我们信心疑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去思考，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困难里面，神要带给我们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另外一个人，他往里面看他也看了这个裹尸布，还有裹头的这个布，他就相信所看的复活的信息。可是他不知道所以然。这个人是谁？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进去看了，后来他也进去看了。他看了以后，他呢相信了复活，可是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整个情况看起来好像这个福尔摩斯的这个侦探的小说一样，好像很多的事迹，好像我记得我所爱的耶稣老师，他好像跟我讲过，可是我好像忘记，那时候没有录影机，没有录影带，他讲了我都好像忘记，好像有讲到，又好像没讲到。亲爱的大家，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是不是看完马上就忘记？他的门徒也一样，看到这些景象，好像很奇怪，但是一个看了，没有看到什么，他只是忧伤。另外一个看到，他跑进去看了半天，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另外再一个进去的时候，他看到是复活的信息，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亲爱的大家，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是臭掉，被你关在里面是死气的，就像关在那个墓园里面，你甚至用大石头把它关住了，你以为他已经死了，已经没有盼望，其实不是。我们的神可以是这个大石头滚开，让我们再次去面对里面看起来好像是湿布是发臭的。如果我们以当时候的地理环境跟天气，
其实第3天那个尸体已经发臭了，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因为他们那边很热。或许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发臭的东西，我们生命里面在墓园里面有暗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事情，那个困难。神要应许我们，他从死里复活的那大能力是可以把这个石头滚开。或许我们只是对这些事情忧伤，我们或许只是看看觉得奇怪，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或许我们也相信说主啊，我们有盼望，我只是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如何，神都会爱我们。不管如何，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都要促成我们从死里复活，从那没有盼望当中都能够得着那个盼望。亲爱的大家，你现在什么是压着你的？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被你压得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有一个大石头压住你？神教说：“亲爱的孩子，相信我这死里复活的盼望。虽然你不明白，真的这整本圣经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我们要很多的精力。或许我们不明白，但是神允许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只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这个复活的应许，我们要就抓住这个应许。我们会就像这3个人一样，我们人都有限的，我们会被过去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经验所限制住。我们不相信这个石头怎么会滚开，我们不相信这个已经死了应该发臭的人怎么会复活。虽然耶稣自己都讲过，但是我们不相信或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打破我们自己的框架，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愿意接受主耶稣圣灵的力量，是会使我们心中那个大石头滚开，轻而易举被滚开。只有圣灵可以让我们心里那个已经发臭的，在我们心里面那个隐隐所作痛的，已经过圣灵的风吹进来，我们是可以再活过来。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来改变，愿意被圣灵的风来改变我们就能够经历。最后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没有跟前面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一样看一看，一个不知道怎样，不明白，一个是相信但是不知道所以然，然后就离开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她继续怎样？经文说她继续怎样？她继续在那边哭泣，她继续在那边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确实耶稣透过怎样天使，他透过他自己让他看见，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不知道那就是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但耶稣真的就在你愿意寻求他。你愿意在圣经里寻求耶稣吗？你愿意在你最讨厌的人的身上寻求耶稣吗？因为这个人很臭，因为这个人做很多坏事，因为他因我，什么因我是什么意思？害我。因为这个人不可爱，这个人骗我，我这么相信他，他居然骗我。这一些，我们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寻求，我们要认识神。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本来跟我这么亲的人，本来这么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不用3个月就说对不起，我们2个好像个性不合。人真的会变，你不明白人为什么变，但是神知道这生命的气息好不好。当我们不明白，
今天我们只要记住，很多事情你表面上看的，你真的只能看到那个大石头滚开，真的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但你不明白真正里面的意义是耶稣复活了，他不是他的尸体被搬走而已，不是，是他已经活过来了。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已经死了？他不是死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活过来。如果你愿意，你心中的大石头可以被生命的风吹开。神对你说，孩子，在人真的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不好把你心中这个已经发烧了，这个困难，这个死地，我们要看见耶稣。我们只要持续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复活气息的新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要不断的经历这复活的神。玛利亚她曾经被鬼附，那时候她生命就改变。这一次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她再一次经历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她有了新的生命。复活节的这时候，我们只要想，我们是有盼望的。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也胜过苦难。凡是愿意跟随他的，我们都可以跟他一样，因为耶稣已经胜过。耶稣已经赢了死亡的权势。我们一起来祷告。